差啦，係啊，12月啦。我間冰室咧開咗63年啦，喺1962年開㗎，係我爸爸開㗎，係啊。佢以前咧未開到之前咧都係賣咖啡奶茶，又係喺觀塘嗰度，即係嗰啲堆填區啊，嗰度地鐵站啊，觀塘地鐵站啊，同埋工廠大廈嗰啲，好當時嗰啲小販啦，用木頭車嚟賣，咁可能賺到啲本錢啊，翻咗入來呢度開啦。呢度因為呢度茶果嶺啊，啲寮屋區咧就比較平啲，經濟啲，咁啊所以賺到少少，咁啊喺呢度開啦。係啊，最繁榮都係嗰陣70年代左右啦，係。佢呢度咧茶果嶺咧嗰陣咧就因為多人住咧，佢呢啲全部都係鋪頭㗎。咁有乜嘢都有得賣，有米啊、糧油嘅，反正係日常生活嗰啲都有啦。係啊，呢啲木屋區咧最緊要係啲火災多。嗰陣啊，80年代初期嗰陣咧，都試過幾單大火㗎。嗰陣係最多啦，燒過好多單㗎啦。咁茶果嶺咧，去到80年代後期咧，好似亞細亞嗰度咧，因為近機場啊，咁樣搬咗而家嘅機場啊搬咗去赤鱲角嗰度啦，搬咗去，咁所以佢呢度有個亞細亞咧，有幾個大油庫，咁樣有咩意外咧，就好危險㗎，成個觀塘區都冇㗎。咁樣跟住尾咧，機場又遷啦，亞細亞又遷咗。咁遷咗之後咧，就要嚟起咗麗港城。喺亞細亞嗰陣咧，都好多工人。咁樣搬咗之後咧，就茶果嶺又比較靜啦。係啊，咁樣加上嗰啲人流就少咗。以前麗港城嗰度安置區咧，好多人入嚟買嘢啊、食嘢啊，咁嘅人又比較多。咁嗰陣咧，啲鋪頭都有得做啊。咁後來麗港城起好之後咧，就有啲商場啊、百佳啊嗰啲，全部都營業翻茶果嶺，咪變咗靜啦。一杯凍檸茶。凍檸茶。檸樂係啊，一件西裝係兩杯，好啦。咁你做咗呢幾十年嚟，你覺得有冇啲嘢係呢個地方令你最懷念嘅？最懷念啦，茶果嶺咧，仲係一樣，就係3月23，天后誕啦，天后廟嗰度咧拜神啊啲人啊，嗰陣我哋呢度海皮咧就有個碼頭嘅。好多躉船，嗰陣3月23啊，嗰啲躉船嗰啲絲啊，嗰啲嘢都係喺嗰度擺好多嗰啲買嚟拜神啊嗰啲噶嘛，咁啊所以嗰陣係好旺噶。當時茶果嶺咧人就比較多啲，茶樓都有2間噶，一間係海天，一間係添添。咁後來因為嘅啲人流少咗，個碼頭搬咗之後咧就更少，變咗少咗工人，變咗冇得做啦，咁啊。冇做2間茶樓都唔做啦，就交翻個政府啦。
咁就一路都90年代初期嘅陣啦，中期啦，搬咗唔做啊。有冇一啲係喺呢度係長大啊？你睇住佢成長嘅，跟住喺度食咗幾十年嘅客人啊？我都好多，都有人哋咧4代人啊，4代人都係喺度食多㗎，有啲好多都係啊。我哋呢度都4代人啦，我老豆、我仔嘅孫係喎，都4代人住㗎，係啊。咁多年嚟啦，你覺得經營呢間冰室最難係咩啊？都冇乜嘢㗎，我哋呢啲寮屋區咁啊，打車門咁啊，我哋又唔係要求好高，求其揾到2餐就算開心啦，係咪？一個人嚟知足，最緊要係揾到2餐生活，係咁啫嘛。多又冇嘅呢啲，而家仲係啦，而家都遷走曬就啦，係嘛？以前咧兩公婆做啦，又有豬皮蘿蔔啊，有牛肉啊嗰啲嘢賣㗎。後來佢走咗之後咧，我一個人唔搞咁多嘢咧，淨係出前一丁啊，同埋西多比較多人食。禮拜六禮拜咧，好多人都中意食呢兩樣嘢㗎，因為我哋嘅價錢係比較平㗎。係啊，你出邊都食唔到㗎，係嘛？唔係啊。一個出前一丁都係20蚊啫嘛，有2樣餸啊，咁啊，個成本好高，而家都自己又嗰份人工都揾唔到㗎，不過係幾廿歲幾十歲咁啊，好過嘢啫。咁有啲精神寄託啊，兼夾啲身體都好啲㗎。如果一唔做嘢，我哋咧唔知行去邊度好係咪？幾十歲啊嘛，最緊要係做得下，身體又比較好啲。咁當政府話要清拆呢度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真係唔做啦，提早就結業啦呢度？如果佢拆到咁嘅，冇辦法㗎。如果唔係嘅，我都如果盡自己嘅能力可以做的都做㗎，開一棟門係嘛？咁樣如果佢拆到嚟都冇辦法㗎，肯定唔捨得㗎，係嘛？我哋呢啲習慣啊嘛，幾廿年啦都。我哋呢間公司60幾年噃，如果真係少少都有啲感情啊嘛，雖然係寮屋區啫。跟住，如果呢度之後即係拆晒啦，再起翻一啲新嘅，例如公屋，你會唔會諗住再翻嚟睇翻呢一個地方啊？都翻嚟睇下自己嘅身體啦，咁就肯定翻嚟望下㗎，係嘛？睇下佢建設成點啊，係嘛？話起公屋，睇下政府睇下點啊，係嘛？咁如果起咗第二啲嘅建築物啦，可能係私樓啊，或者係一啲商場咁啦。咁如果佢哋話會可能俾你租，咁你會唔會再考慮繼續營？因為我嘅年紀都大啦，70有多啦，咁樣仲咩？係嘛？如果唔係嘅，都身體如果可以，咁咪做到真係做到80歲嗰仲得啊！咁咪而家冇辦法㗎，如果搬去出邊咧冇得做㗎。我哋啲小生意，啲租又貴，係嘛？真係你咁易嘛？人哋而家出邊嗰啲多數都係集團做多啲嘛，啲餐廳啊、茶樓嗰啲全部都係集團㗎。唔係你啲細嗰邊有得做乜滯㗎？執都冇乜滯㗎啦，係嘛？
人在呼喊，為了只是捍衛屬於他的家。這刻你聽到嗎？如若你愛這個家，請不要任由它倒下。張開耳朵，睜開眼，伸出兩臂，再打開嘴巴。你愛這裏嗎？將一切暫時地放下，趁它還未消失的一剎，緊緊擁抱着這個家，好嗎？這個城市正等待着燈，黑暗中誰人來獻一吻？有人說某人動作太過分，然而這個動作卻喚醒了你的心。有沒有想過人們多麼的慶幸？誰人暗地裏在破壞安穩？繁榮裏都市，有人卻在背後默默地犧牲。誰會過問？如若你愛這個家，請不要任由它倒下。張開耳朵，睜開眼，伸出兩臂再打。